大家去38地產去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豐裕閣一個2房267尺嘅單位。豐裕閣位於青山道92號，喺1994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8尺，個廳大概係12尺乘以8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呢間房唔計窗台，大概係5尺乘以6尺半。咁呢一張呢，就係大概係5尺乘以2尺嘅床。5尺嘅衣櫃，窗外景觀。呢間房大概係7尺乘以6尺半。咁呢一張呢，就係4尺半嘅床。廚房，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